来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可以哈，没个太大哦，安尼就会使啊，安尼开始啊吼，来，咱的电话先来关一下好啊，更给它反光。那个墙壁那边，哎，关一下电灯。主体这个柱子，这个，安尼敢有较清楚？有吼，来哦吼，啊，石头放伫边卡来，石头放边卡，然后咱就做伙来祈福哈，来。祈福，恭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但是你若念台语的，你就念台语；念讲语念讲语，无一定吼，你就念你家己念出来就好啊。好，来，搁一遍哦。祈福，寿桃献佛，恭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。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。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。无明，也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也无老死尽。无苦集灭道，无地狱，无地，亦无所得果。菩提萨埵，依法界般若蜜多果。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法界般若蜜多果，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。法界般若蜜多，是大因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顶顶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法界般若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。般若揭谛，般若经揭谛，菩提萨埵阿。好，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现在开始寿桃献佛前，献寿桃。好，大家就开始了哈。我们把它放在前佛桌上，然后可以跟老母娘说说话。然后透手，在内心里面默祷。现在这个时间交给大家。
好。啊，你啉酒哦？啊，你食发茶啦，吼，食啊久啊，无食茶啊。好，安尼好，发茶，你安尼。好，食发茶。食茶呢？食茶行好。食茶行好啊。很秀。啊，地白啦，地白哎呀，地白，你啊，来啊，你啊来，地白，99岁，伊啊讲伊98岁啊，你啊98啊，哦，方大主99啊，啊又红线是讲98岁，近113年，2024年。这个身材个保持较好。好，98岁啊，身材也比较好。哦，健康。哦，安尼，方大主99岁。中央。哦，方大主啦，啊，方大主。啊！你加咱这人加12岁。哦，98岁。我老爷。哦，我93岁。来参加，参加去。好啊，容易啊，好。你看呢？你看过年呢，过年也叫啊，下次。哦，加起来你200岁啊！哦，这。安尼啊？拢12岁。爱吃好。来，各位先生，各位师傅做肩膀，看塑料新到叫做开。哇，袂讲有呢，啊，你有记性客人，你就有感情啦，再来，啊，咱即摆还有一个活动要大家来一起来参与一下。咱姐妹先来做大合照，大合照我们来拍拖一个就是为头前安尼翕起来，再来一个后面翕起来。所以咱一个爱配合一下，咱有看到头前迄个漂皮搁缘投的呈现无？调皮搁缘投再来爱看一下，咱下面
牵刀嘛漂皮甲因头，啊咱捆刀看伊嘛比迄个啥美丽安怎啊？美丽搁古锥安尼吼，古锥搁加美丽拢很种拢有吼。好来，咱等一来看一下吼，有一个，大家先坐下来，头前若有迄落个吼，咱报一个，无要紧咱坐咧就好啊吼，就是用上少的移动，翕出上水的画面安尼吼。好来，看浅浅，现在浅浅容易做工课哈，工作了是不是？好来，我们往前一下。好来，加到来，到抱起来，我们把它扶起来，有没有？来，在旁边的我们都来把它扶起来，把它坐满来。加回来，小朋友来这边都可以坐。来，这里让谁啦？来哟，连涵，来哟，往前哦。阿红，来哟，来志祥，来，小朋友这边，我们先拍照而已，先坐下来拍照哈。咱去解上水的，咱来画面哦。咱等一下，咱今仔活动真轻松。等一下入去咧，等互大家食到餐啦吼，所以咱来先迄个，莫紧，不要躁动哦。咱给后续一点时间吼，咱坐。